大家好，我係哈利。如果你計劃喺日本飛航拍機，但係唔知點樣登記，呢一條片一定幫到你。我會一步步教你，記得睇到最後，有日本嘅航拍地圖同埋禁飛區嘅介紹。首先，我哋要喺日本國土交通省嘅網頁建立賬戶，條 link 放咗喺 description 度。入到網站之後，揀 Login and Account Creation， 再撳 Open an Individual Account。呢度會有啲條款同埋細則，記得碌到最底，同埋撳埋 Flight Rules of UAS， 之後就可以剔晒兩個方格，再撳 Next。我哋用英文網站係唔使填寫 Reading， 即係日本片假名讀音，同埋 Prefecture 即係縣。喺 Address 同埋 Phone Number 嘅 Country Region 嗰度，我哋可以揀 Others。電話號碼就填香港電話號碼，喺前面再加翻852，咁就完成第一步啦。嚟到第二步，機主登記。完成 Step 1之後，我哋就會收到一封 email， 裏邊有你嘅 Login ID， 用呢一個 ID 登入系統。登入咗之後，揀 Start UA Registration Application New Registration， 系統會自動用 Passport 進行身份確認，所以我哋直接撳 Next。之後會出現一個 QR code， 用手機掃描 QR code， 再跟指示用兩個角度去拍攝我哋嘅 Passport 同埋影一張個人正面照。完成之後就會翻去原本個網頁，就可以上載住址證明，將我哋嘅身份證放喺一封政府或者銀行發出嘅信件，一齊影張相上載就可以噶啦。個附件唔可以超過2 MB。嚟到第三步，航拍機登記。喺呢一度我哋填寫航拍機嘅資料，包括製造商、型號等等。例如貝貝就係用 DJI 嘅 Neo。UA Serial Number 就係航拍機嘅序列號。如果你都係用 DJI 嘅話，可以去 DJI Fly App 我的設備管理，就會見到序列號。而 Remote ID Type 我哋就填 Yes Built In， 填好提交，咁就完成航拍機登記啦。第四步，付款。登記提交咗之後呢，通常我哋幾日之內就會收到申請編號。而貝貝第二日朝早就已經收到電郵啦，好快手。之後我哋就用我哋嘅賬戶登入，碌翻落去揀翻 Start the UA Registration Application， 再揀 Confirmation Application Status Withdraw Payment， 唔使理其他選項，直接碌落去下面揀 Payment， 再揀 Go to This， 輸入信用卡資料完成付款，就會見到呢個頁面噶啦。咁就代表付款完成，審核通過咗，我哋就會收到一封 email， 入邊有寫登記嘅有效期。第五步，導入 Remote ID 落航拍機。呢一步要去到日本先可以做。去到日本之後，我哋開咗我哋個航拍機同埋我哋航拍 app， 例如我係用 DJI Fly App 嘅，再去到安全頁面揀 UAS Remote Identification， 再揀 Import， 用你嘅國土交通省賬號登入，導入 Remote ID 到航拍機，就會見到成功嘅畫面，代表導入完成。之後我哋就會收到一封 email， 要求我哋將登記記號寫喺航拍機上面。完成之後，我哋就可以合法喺日本上空飛行噶啦。最後要同大家分享一個超實用嘅 tips， 喺日本飛航拍之前，記得下載 Drone Maps App， 入邊好清楚顯示咗禁飛區域，例如紅色區域係人口密集嘅市區，綠色區域係機場附近，而紫色區域就係禁飛區。仲有黃色區域，呢一啲區域係唔可以飛行噶。呢一個地圖主要顯示民用航空法禁止區域，另外一啲自然保護區域都有無人機嘅限制，所以飛之前要留意清楚個地方規範啦。了解清楚禁飛區之後，唔單止可以避免罰款，仲可以確保我哋嘅安全。如果想知更加多日本航拍嘅 tips， 記住喺留言話俾我哋聽。希望今段片幫到大家。如果中意嘅話，記得 comment、like 同 subscribe。嚟緊會分享更加多日本嘅靚景靚片，記得留意啦。